哎，那哪到什么时候了个家？我家来的呀，这小朋友欢喜帆船的呀。根本就得先去乘船是吧后？来结束了，先到那去参观参观了。两个朋友的新人生日侪来到点弄的。少风光，心水眼底，对个谁是上法三哇？付出了上头打来还我辰光，随便的哈，不会想到现在这个高子会得送一打400的。我姓马海，我爱马海。哎呀，嗯。哦。真的啊，确实是小朋友的音乐，老虎巧克力，那个是我的音乐，冰美式，我不是地形上来着。你知道盐吃着了，中饭为了喉咙亏了完。那个跟来吃好了，别娘，来走起多大一个钟头叫他吃。巧克力的一个。香橙马德琳，香橙皮的味道也很正。哎，你都在那一桌啥么子？河间英式下午茶，西兰红茶打底。那个是奶鱼的，有呢。英国女王谁拿吃的呀？对。那是红肉。小摩斯。上开单一个，那不跟红白家这样帮你开的呀。那个是你都自家研究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那每个收入侪是往上头爬的一个资本，那一分两分你也不可能出来哦。一种侪是哈密斯。不会帮你说包不简单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包不简单，你付钱这个，一系列自家在那子。下子一下，雷人出头的应该是最高呢，还拉空。但是光我非要对应一派人家像来这个羊盘子。这个羊盘子我不是的。柠檬海绵的，哟，像为娘嘞。是，非是打他。好不谈到好米糕有点吃法，至少俺期待哇。在西班牙5届火腿。哦，一个好谈为生的嘞，真口猪肉啊。趁热。对。山茶鱼糕天福星，社会是一称。你是开船的美女啊？我还以为男的呢。哎呦，我生配就滚该。你该吃个啥好吃，该点个啥好点，还凹头有致。你就是刚才唱歌的那位啊！你今天陪我们坐船，陪坐。那你得申请，因为我是属于副船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救生怎么有点味道了？这个等一下你要掐了，这个。什么味道？穿的人太多了，你们生意太好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水手的味道。哦呦，你厉害死死的，给我擦擦。你低头，你先低头，你先低头，你先低头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副船长再见啊，待会儿见啊。让小戴姐姐尝试一下，就竖起来的感觉，到这个程度的。我们先试一下好不好？那这个舵也是。哎呦，坐好坐好，没事。别动。我有娘啊！哦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！这边对面。没事，坐好，没事。你手还了，姐的。坐去对面，不要抓这个绳子，坐去对面。不要抓这个。哎呦天哪！哎，刚才什么情况？顺风过帆。啥子好到也好。我们看前面，来推舵。哎。哦，那么手位置。哦，走位。那个手个速度，侪是根据风速的，风哪大手哪快的。对。辩证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激进到汗水。因为刚刚那边我觉得风会比较小，再拉开一点。小朋友呢？哈。不怕，那个现在不会飞，它是不倒翁的那个性质，它上面有个。哦，我晓得。好了，没有把绳子，把那个绳子给我，脚迈进去。哎呦，开那个船上没翻个，一年到夜来研究2根绳子哇！抬下去了。哎呦，捏来着，啥！哎呦，开个船也有个手力的，专门勾绳。就剩一个带子，不要被它缠到。哎呦，我俩阿拉跳单前面来着。对，屁股上上来点，别对大心屁股站头就走都可。不是，等到我为啥直接走起来？不可能，不，人家一当我插个树干，是插到是拉着。